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用我们的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天要张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是的，主啊，我们渴慕寻求你，我们要天天来亲近你，喜乐的江河就要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张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阿们。哈利路亚。神没有应许天设长蓝，却应许我们恩典够我们用。一宿虽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
磐石，我的帮助。是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我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将荣耀归于爱我们的神。我们先请坐，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你是圣洁的，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将这个时刻分别为圣，以感谢赞美的祭献在我们的神你面前，荣耀你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救恩属于耶和华，万物都本于他。荣耀的君王，我们要来欢迎你。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但愿荣耀尊贵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够看见永世的君王，唯一的真神，直到永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
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渴望看见你的容面，主，我们渴望你的恩雨降临在这地。主，求你复兴我们，同心高举你的圣名。谢谢主，在至高之处有荣光照耀我们。赞美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继续，我们来祷告，用祷告来敬拜神，我们来跟神连结，感谢神的慈爱，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赦罪。我们要一起来读一节经文，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他是独行其事的主。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向我们的主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赦罪。我们一起开口向神来祷告，谢谢他的怜悯，谢谢他的赦罪，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帮助。主，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看见神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来成为你的良好的器皿。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赞美你。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美好的作为，你是怜悯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晓得在你里面，我们毫无可夸口的。求神听我们的祷告，用祷告来赦免我们，用悔改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真实的敬畏你。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医治与释放，请有这个兄姐，你身体有不舒服或是难处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一起用这节经文来宣读，请。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请耶稣来成为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医治就要临到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我们本不晓得我们的软弱，因为神的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多么的需要依靠神，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医治，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坦然的向你来求。主，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需要被恢复。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你帮助我们不被恐惧辖制，不被愤怒捆绑，不被忧伤笼罩。求主的爱充满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主的爱要完完全全的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我们来为主日一起来守望，我们一起读经文，请。为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我们一起为了主日的服事人员来祷告，也为了今天的主日是圣灵降临节，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力量的来顺服神的旨意。那特别为玉山神学院的施工经费还有同工，求主保守供应还有带领。为了第六组祷告，求神保守看顾组员的出入平安，阖家蒙福。也为了求圣灵来带领每一位组员渴慕真理，追求灵命更新，肢体谦卑，敬畏神的带领，关怀坚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为了第六组玉山神学院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当中。主啊，求你来让我们经历你，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求主来坚固我们，使你的教会来健康的成长。主，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来看顾，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主让我们透过圣灵更多的来经历你，经历你奇妙美好的作为。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就是教会，求你来坚固我们，使你的教会健康成长。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充充足足的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了圣灵降临节感谢神，主使我们有恩惠平安，更有基督的心与我们同在。求主让我们继续的经历圣灵的工作，为玉山神学院的施工同工经费，求主眷顾供应丰盛有余的资源。为了第六组来代祷，求神保守看顾每一位组员平安蒙福，圣灵带领每一位组员渴慕真理，追求灵命的更新，敬畏神的带领，彼此关怀，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祷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
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好，接着我们来报告。第一个报告，为了本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由林约道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报告。那请大家关心代祷奉献，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林牧师的前来，欢迎你。哦，牧师娘又来，牧师娘你好，好，林牧师跟牧师娘。好，第二个报告是5月26号下午3点，陈柏志牧师的就任本会第6任的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那我们有座位安排如下，在周报也有，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查看，有2楼跟3楼。那2楼的话，我们只有迦南教会的会友，我们开放给80岁以上的哈。那其他比较年轻的呢，我们可以做到3楼或者是401，或者是当天可能会有开放其他的楼层。那现在每个小组长都在统计登记出席哈，请你要记得登记。好，下一个报告，6月2号呢，我们要召开是415次的长执会。那每个单位请5月29号提出报告的资料，那详细情形可以看周报。好，这个。在5月20号前，就是刚刚的这个受职感恩礼拜哈。那有一个重点，为什么要登记呢？哈，因为当天出席国中以上的呢，我们会有一份小礼物来表达教会的谢意，所以请记得要跟谁登记呢？小组长，对，他会登记你是不是要出席哈。好，那今天12点半在402有传道部会。好，这个是我们健康咨询的日期是在第4个主日5月26号，那10点半到11点半，在49号的1楼，那请弟兄姐妹可以参与跟关心。5月22号的松大讲座，这个是线上的，是我们这个松年大学的一个事工，那可以用这个资源来传福音，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了解教会的事工。友爱基金委员会呢，我们有这个6月2号。中午12点，就是下礼拜天哈，我们的申请日期就截止。好，那我们报告到这边。那我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关心你们好吗？我数到1、2、3，可以请站起来。我知道有波士顿的长老在我们的当中哈，来1、2、3，大家请起立。新朋友请起啊，只有1位吗？很好，好，谢谢。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李长老，他是来自波士顿台湾人基督教会，好，是这个李和昭李长老。好，那他今天也代表波士顿教会啊来祝福陈牧师啊。好，本来牧师是在3月份要到波士顿教会去牧会啊，好，但是上帝的安排，好，还有这个转弯，好，那就留在桃园迦南。好，但是也感谢波士顿教会长老弟兄姐妹们，好，他们的谅解，好，并且愿意带来祝福啊。好，那我们也要为这个波士顿教会为他们来祝福，好，因为他们要聘请牧师是非常的不容易，好，因为在北美在海外，好，要找传道人，好，是需要非常漫长，好，所以这一段波士顿教会跟陈牧师好的这个等待的期间已经超过了3年了，好，将近3年半的时间了。好，但是呢，等了3年半，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到波士顿。好，但是呢，相信我们还是以后有机会去到波士顿的时候，可以找李长老，好看，不管是看 NBA， 好看棒球，吃龙虾，好，这都是我原来想去波士顿做的事情。好，现在可能没有机会。好，但是呢，好，我们也是彼此祝福。好，那也希望好波士顿教会 BTCC 能够很快的就能够聘得牧师啊，我们一起为他们献祷告。好，那再次拍手来欢迎好李长老，好 Mike Lee， 好李长老，好谢谢。好，谢谢牧师。然后在我们周报第7页，好有一封小会给弟兄姐妹的公开信。好，那这封公开信呢，好是在上个礼拜母亲节主日我们已经有报告过。好，那我们会刊登2周。好，那也透过这封公开信，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知道说我们在所属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来扮演好基督徒教会会员的角色。好，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跟教会之间，好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同工，好有一些事工的需要，我们应该是要用
比较公开，好，比较用彼此尊重的方式，好，来互相的支持和互相的祝福，好，尽量避免私底下。避免事后，好，避免这种没有事先的告知，很容易引起教会之间的紧张或是误解，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谅解，好，那我们也真的盼望我们在桃园，好，在台湾，好，甚至跟在北美，好，各地的教会，我们都能够是彼此的祝福，好，一起为着上帝国来努力，好，以上补充。好，谢谢牧师。继续我们来读是本周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5章10到11节，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5章10到11，10b 到11节，再一次，耶稣对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5章10b 到11节。好，现在我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运成这一产付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创造救赎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有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福杯满溢。在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何等丰盛的恩典！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你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事顺利。是啊，父神，感谢赞美你，因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从主而来。今你儿女怀着感恩的心，将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干，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上帝的话。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第一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我们用起音哈。有一次，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人群涌上来，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吩咐西门把船稍微划开。耶稣坐下来，从船上教导群众。地方去，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
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辛劳，什么都没有打着。但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撒网吧。”他们打手势，招呼另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他们来把鱼装满了2条船，船几乎要沉下去。面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和其他伙伴对打到了这一大网鱼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同样惊讶。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把船靠岸，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好，我们邀请玉山神学院林约道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伸出得人的双手”，伸出得人的双手。好，大家掌声来欢迎牧师。不好意思，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呢，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每次圣灵降临节呢，不太容易去教会做请安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呢，通常是把失散的门徒、恐惧害怕的跟从主的人召集起来，把能力放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有力量、有能力去做见证。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呢，要为耶稣做见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圣灵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呢起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非常大的支持跟力量。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我非常高兴教会呢牧师、长子还有弟兄姐妹你们长期对玉山神学院的关心特别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在整个78年来训练原住民的部落里面的教会的传道人呢有很大的一部分呢，看起来从历史看呢，上帝好像伸出了一双手，一只手是我们所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这个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另外一只手就是我们有3间的神学院，就是透过神学教育呢，去培养我们78年来这个在原住民族群里面的福音的事工，结果这个建造的教会需要主的仆人去牧养所以这2只手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起来推动我们台湾原住民在台湾的福音的事工。其实早在日治时期呢就有很多我们总会的很多的年轻的先辈呢，大概1920几年、30年的年代，就希望到原住民的部落去把福音带到原住民的这个族群当中。但是因为日治政府不希望人们跑到我们的部落来，所以我们听福音的时间就挪到了日本政府离开以后。那我们的教会，我们总会又开始在1945年代开始有这个原住民宣教的工作所以其实推动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宣教呢，其实是这2只手非常合作。那其实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上帝透过这2只手呢，才得到我们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这个明显的让我们不同的族群就认识到上帝的恩典是非常的大奇妙，上帝的怜悯是有非常的奇妙那我们不但把教会定根在台湾，不在海边在外岛台湾的这个平原，也把教会定根在我们台湾的山区。那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我们也透过培育在地的牧者，一起来背起我们自己族群的十字架，福音的债呢，我们要自己要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
设立原住民的神学院呢，培育原住民的传道人呢，让不同的族群归信耶稣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奇妙的见证。那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想3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耶稣开始了神学教育跟信徒培育的工作。其实在这个5章的第1节有提到，耶稣在革尼撒勒湖边很多人来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那么这一群人拥挤耶稣呢，他们这群人要听上帝的道，那这群人从哪里来？如果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群人呢，是接受了施洗约翰悔改洗礼的这群人。那他们是要努力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的这群人。那另外就是说，这群人是期待基督来临的人。那这群人呢，受洗以后，他们一起见证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3章的21至22节呢，有提到天开了，耶稣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我们知道，在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抓到监狱的时候呢，这群人是好像没有了老师，他们很渴望更深的接近上帝，渴慕更深认识真理，所以他们开始转向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那主耶稣为了这群人呢，就把真理教导给这群人。那约翰福音的14章其实有一段记载，就是向怀疑的、不信的、很忧愁的多马，表明耶稣他自己的身份。那耶稣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让我们看到2个事情，一个是相信上帝，相信三一上帝；另外一个是认识上帝的真理。这其实是2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体两面。那当耶稣看到这群相信上帝的人呢，来向他走过来，所以他们要听上帝的道。耶稣就把这个革尼撒勒湖呢，当作是好像是民间版的这种神学院，当作他的第一站，让这群人呢知道他就是真理的本身。耶稣呢怜悯所有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就开始透过这种信徒的培育，相信的人要培育他在真理上扎根。甚至呢，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说耶稣也开始了神学的教育。那这样的教导的工作影响非常大，就是说他在罗马的社会里面非常的败坏，没有爱心呢。耶稣要翻转这样的社会。在犹太人的社会是比如说我们说他的诫命里面呢，只重视律法这一块，都忘了诫命最大的是爱上帝爱人。耶稣的教导也是要翻转犹太的社会。那他在湖边，他在山上开办了这个，我们用一个想象的，就好像耶稣在任何地方都有一个信徒的培育跟神学院的教导这样的意思哈。那耶稣是用爱上帝跟爱人的诫命呢，进到这个会堂，人们的家里面，为了要让人呢听到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生命的道和救恩的真理。感谢上帝呢，在1945年代，经过我们整个长老教会的平地教会跟牧师先辈，他们提议说，希望我们总会呢能够向我们台湾的这个山区原住民部落的族群呢，推动原住民的宣教工作，所以希望能够设立教会。这是在1945年的时候。但是到1946年呢，在9月15日的时候呢，就设立了玉山神学院，要推动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的工作。这2个非常的重要，通过举行礼拜，
通过推动信徒的培育，推动这个神学的教育，让我们的族群呢，不是只有听福音、相信耶稣、接受基督的信仰而已，也要学习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那么，看一下这个，哦，跑太快了，不好意思。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思想的就是把上帝国的船呢开到生命的深处。那这个呢，主要是我们透过这刚刚我讲的2件事情，就是耶稣非常看重对信徒的教导培育，也看重我们现在可以思考的神学教育，完全是出自于他对人的生命的关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他看到一群人归向悔改归向上帝呢，寻求要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他就转向西门彼得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吩咐彼得把船开离岸边远一点，然后他就从船上开始教导众人。那么这艘小渔船就变成了耶稣的信徒培育的教室，我们可以说是神学教育的小教室。就这艘船，也是我们今天地方教会的信徒培育，或者说我们在神学教育上面的先例这些事工的先例。耶稣很清楚，天父上帝呢，他疼惜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人的生命深处呢，是我们跟上帝相会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所以当耶稣应许差遣圣灵的时候，曾经讲过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殿，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也是耶稣舍己牺牲得人的生命最深的奥秘。所以说，我们任何要得人的事工我们都必须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深处，真正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因为救赎人生命呢，就是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我们的神对世人付出的爱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经文叫长阔高深就从这个几个面向来思考。但是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耶稣结束对这些众人的教导以后呢，他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捕鱼。其实西门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把他的昨天的经验告诉耶稣。他说呢，我们整夜都在劳累，但是都没有打到什么鱼。但是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这彼得呢，反映出一个渔夫的失望，他的困难，整夜劳力都捞不到鱼的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这个故事呢，耶稣就从这个彼得的困境开始，从他的失望的那开始，吩咐彼得再下网一次，而且呢，要下到水深的地方，水深的地方。这经文我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下了网，圈住很多的鱼，然后呢，这个网就是险些就裂开了。那么他必须要招手叫另外一只船同伴呢来帮忙。他们来呢，就把船装满了2只船，甚至呢都要沉下去。我们看到彼得在收网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他从水深之处网到的鱼呢，已经超过了他一个人的力量，也超出了他这艘小渔船可以承载的这个渔获量，所以他必须招呼另外的同伴来帮忙，确保彼得他捞到的鱼，照着主告诉他的，他就到水深去捞起来的鱼都能够顺利的全部都捕到船上面。所以到后面的那个才是重点。耶稣对西门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以后，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主耶稣其实要让门徒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经历到生命被主得着呢？什么时候我们用信心表明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的最好的时机。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在启发我们，我们应该要把上帝国的船呢开到人的生命最深处。这是上帝呼召教会跟神学院要共同承担的使命。耶稣在革尼撒勒湖他行的神迹，其实是向门徒启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世世代代都要做得人的事工。那么在耶稣教导众人的时候，耶稣也确立了教导人认识真理的事工。所以我们说，这个就跟我们今天的神学院的神学教育，跟我们教会常常的信徒培育呢，这是让我们知道这是有根有据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得人的工作，最终是要让人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生命，这才是重点。我们都要有被上帝得着的生命体验，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有蒙恩得救的生命的故事。主耶稣在这件事上呢，为我们做了榜样。他把上帝国的船开到人生命的最深处，耶稣的福音船开到的地方，就不断有得人的故事发生。在得人的生命故事里面呢，其实也让我们学习到，在哪里有绝望，在哪里有困难，在哪里有患难，在那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同在，也看见上帝的呼召。在基督里，我们经历到上帝得人的力量。基督徒的一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上帝得着人生命的见证。当一个人的生命遭遇困境患难的时候，被上帝得着的恩典，其实会让我们胜过这个绝望跟困境，让我们用被主得着的生命起来跟从主，荣耀赞美上帝。第三个，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伸出得着台湾人民的手，台湾人的手。这个在台湾的宣教史里面，我想从一些历史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说在台湾的宣教故事里面呢，教会跟神学院其实就是上帝得着台湾人民的双手。我们先从1624年的荷兰人开始来谈哈。荷兰人在占领台湾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曾经以安平，台南的安平做中心点，他们向南去了这个恒春，向北呢有到嘉义然后彰化云林一带有宣教，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牧师，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成功，因为他们都是行政官，也收台湾人的税，这又是传福音可是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这个招募的人哈。那当这个1661年这个4月30号郑成功占领这个安平的时候呢，就结束了荷兰人在台湾的这个占领的这个期间哈。那么比较可惜的是，那个时候宣教的工作没有延续下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宣教工作没有定根在台湾。然后呢，荷兰人他其实有设立很多教会，他是没有培育在地的人接续这个宣教的工作，也没有把他们建立的宣教的地点组织起来。所以当他们的东印度公司离开的时候，这些被聘的这些宣教师呢就离开台湾，那这个宣教的事工也就中断了。然后到了200年以后，大概就是1865年的6月16日，这个英国的马雅各医师呢，他就在台南开始医疗传道的工作。那他从台湾人民的生命的需要出发，所以他是通过医疗、传道跟社会服务，然后呢，见证上帝的爱跟恩典。他治好人的病痛，又把福音传给台湾人。所以他在隔年1866年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就有4个人受洗。也是我们台湾大概是
第一批的受洗的人有4位，叫做陈奇、陈清和、高长跟陈伟，这4个人，他们也是当天就成为第一批台湾接受洗礼又举行圣餐礼拜的第一批的人。那这个在1865年的8月12号，对不起。那么到了1869年呢，这个马雅各医师呢，他就成立一些传教士的养成班。那么在1876年呢，他就设立了这个台南的神学校，这个是台南神学院的前身呐。如果我们在往后没有差多久就是在1872年，这个时间就是加拿大的宣教士马偕博士了。他从淡水开始台湾北部的宣教，那他也是设立教会，然后呢有从事神学教育。那马偕博士呢，他是通过医治人的牙齿，就他在台湾期间，大概我记得是好像好几万颗的牙齿，他拔这个台湾的人牙痛的时候，他拔牙那么一方面巡回布道，设立教会，他是一方面教导学生。那根据一些传记来看，马偕博士的神学教育跟信徒培育的地方，他的教室呢就是在马路边，就是大树底下，就是在溪水旁，就海边，还有呢他设立的很多礼拜堂礼拜的地方。他在1882年的6月呢，成立了牛津学院，这大概就是台湾北部最早的神学院。那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就是从南到北呢，我们发现这个台湾的宣教士都有一个双管齐下的宣教策略，2条路线，一个是透过医疗传道，努力的传教设立教会，培育信徒；另一方面就是设立神学院，培育在地的传道人，接续台湾人民中间的宣教的工作。上帝就透过设立教会跟神学院，向台湾人民伸出了得人生命的双手，让这艘上帝国的福音船开到台湾人民生命的深处。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那再往后比较战后的历史，就是到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历史在1945年代，大概就是总会向原住民传教。这个原住民传教都是透过平地宗会有一些牧师的提案，总会才有这个原住民宣教的工作。从信徒也都努力的参与那这个宣教向原住民传福音呢，其实彻底改变了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也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孙雅各牧师他在1946年，这也是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这个是孙雅各牧师，他就协助设立了玉山神学院，推动原住民的神学教育，培育在地的原住民的传道人，牧养原住民教会的信徒。这个是非常历史性的一个宣教的工作这一场宣教呢，在20世纪还被西方世界认为是20世纪的神迹了为什么是神迹？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宣教的工作改变我们的部落，扭转我们的社会，是用基督的福音扭转的。这个也是把上帝国的福音传呢，开到台湾人民生命的深处的另外一种见证。今天我们原住民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归信耶稣，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自由，参与教会这个爱的团契，我们成为上帝国的一份子，这是非常大非常大的祝福。那当时呢，为了因应这个开拓原住民教会的这个爆炸性的这个宣教运动呢，很多平地宗会组织了所谓的山地宣教的组或者小组这样子，向原住民山区来宣教。
就是用我们中会，我们长老会是以中会制，不管你到全世界，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是长老教会的系统就是中会制的，那中会的负责中会内的所有的宣教的工作，很多的事工，所以我们说，我们也用了台湾不同的中会的组织力量呢，向全台湾的原住民推动宣教的工作。以我们泰雅族做例子哈，我们宜兰地区的泰雅族教会，我个人是从宜兰这边的，我是南澳那个地方的，啊，南澳那个地区，南澳曾经出一个赛德克巴莱的林敬台牧师，那是我的哥哥了，啊，亲兄弟哈。那宜兰地区的泰雅族教会是由七星中会负责的，乌来地区是由台北中会负责的，像我们这个新竹桃园这个是由新竹中会来负责。啊，那中部地区的，这是以泰雅族来讲，所以我们就看到，全台湾的平地中会呢，各自在各县市的原住民的这个族群的聚落呢，来一起推动原住民部落的开拓、宣教跟设立教会的事工。那这个是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大概已经有78年，78年的宣教历史呢。我们早期的这个原住民的信徒呢，就开始那个造这个礼拜的地方，不能说那是礼拜堂了，因为它是用茅草做的，就用竹子做的，就用泥土的墙，台风一来呢，大概都倒了。那我们原住民有一个这个换工的制度哈，这个就是谁家有事呢，全部全村的人一起来，所以大概那个礼拜堂没有3天又盖起来了。茅草跟竹子的这个礼拜的场所，可是呢，在总会开拓原住民教会的初期呢，全台湾的原住民就有197间了，将近200间教会了，但是没有一位牧者，没有一位原住民的牧者，所以可见呢，这个我们平地中会弟兄姐妹信徒呢，传福音的这个力道很大，但是呢。我们就差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差了一个培育传道人、牧养教会。所以呢，我们第一代的信徒因为没有基要真理的认识，也没有圣经真理的基础，所以我们早期有这个面粉，知道吗？这个西方来的面粉跟救济品可能天主教的比较大包大概我们的人就会往天主教那边去了。因为那个面粉袋还可以做，我们国小上学的时候，那面粉袋别人织成裤子了。因为我们编织呢要用苎麻啦，要让这个妇女编织编很久传统的布那面粉裁一裁就，小朋友通通穿面粉袋在学校里面晃来晃去，这个袋子就物尽其用嘛。那问题就是，到底是物资救济品，要决定了我们教会的属相吗？这个问题就在没有传道人，所以在很关键的时候，总会就设立了这个玉山神学院，然后跟我们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跟新竹圣经学院联合起来做这个原住民传道人的养成。其实那个养成就3个月，3个月就赶快派出去牧养教会，3个月是不可能牧会的，只是因为你3个月来。你就送去，那意思是什么呢？赶快那个教会有人负责。那这个他的养成呢，要花15年，所以一个原住民早期的传道人要变成传道师呢，还要读15年的学分就是边牧养边去3个神学院去修学分。这就是早期的我们原住民教会这样慢慢走过来。今天大概都差不多，学制都差不多。我们在神学院里面都已经这个要训练基本的道硕班的，大概都基本的样。但是早期不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用这个紧急手段好像 COVID-19 来的紧急手段，每个人强迫你们打这个，也不是强迫了，打那个还没有试验成功的疫苗到现在我们还活着嘛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紧急时期，就让原住民的我们整个平地中会总会宣教的那个教会不要又不见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呢这个传道人就养成那么第一代的信徒，他们听到
耶稣的福音，他们听到的是上帝爱世人，然后说上帝爱原住民，就很多人感动包括我的父亲呢，也是第一批的信徒他也是信耶稣以后是我们村庄第一位，可是他的爸爸是我们村庄的这个守这个嘎嘎传统的这个 leader， 这个 leader 的二儿子变成耶稣的门徒他逼迫我们家呢兄弟有10个，我爸爸兄弟有10个我们聚会的时候是茅草嘛，他们兄弟就丢石头进来破坏我们的聚会，这样子不是我们是他们早期的，所以这个是早期的信徒，可是他们没有害怕，就到神学院去，就开始。那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这个讲这个，我为什么说这个对我们原住民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到1946年的时候呢，9月15号，这个就是设立玉山神学院的日子。那当时也是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没有办学校的土地那时候还没有玉山神学院。现在大家知道玉山神学院在哪里有一次我去教会请安，我说有一个老妈妈说你就辛苦牧师，你要登去玉山她是说要去南投那个新义乡的玉山，背就管的呢，这样。因为我们学校叫玉山嘛，那个意思是说是台湾这块土地的山上的训练传道人，那个是象征意思了但是这个妈妈就说你就辛苦要背山背到玉山，就管的呢这个。可是呢，这就是我们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庆丰长老教会这个第一任的院长温荣春牧师就借了主日学教室，就开始做信徒培育这个呢这个是应该初代的那个应该是花莲东部这个地方，属于太鲁阁的弟兄姐妹后来我们高居民牧师接的时候，他在1959年的3月27呢，就把这个从这个庆丰的主日学教室呢，全部的家当带到这个驴坛的前面的时候呢，那是荒山野地全部的财产就是一个小搬运车，铁牛的小搬运车那个就全部的东西。他们在那里受难节礼拜，然后祷告，就开始盖这个茅草的屋子那就开始呢训练原住民急迫需要的，因为总会说要赶快训练了，就茅草屋盖完以后就开始上课就是有一些老师开始教圣经课程，但是半天就要工作挖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早期的这个经验那么到了杨启寿牧师的时代呢，他就稳定了学校的校务。不过杨牧师呢，他很重视，他用出埃及的神学，用出埃及记呢，帮助我们当时的神学生、原住民的传道人要关心原住民的部落，也要关心台湾的社会正义公平正义。后来又有陈南洲牧师也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以这个认同的神学，帮助我们原住民的这些这个年轻人要认同自己的族群，认同自己的教会，认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精神跟传统，要推动上帝国在台湾的这个在地化的宣教。为什么要讲认同呢？我们长大的时候，如果大家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知道我现在我是5字头了然后我们前面的要读那个国小3年级的时候，会读到吴凤的故事读到吴凤的故事，我们全班的同学就开始哇，你喜欢恁台人假人我们会有自卑感。我们从国小3年级就是在自卑的底下受教育长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学院的训练，我们要求这个每一个人都要认同自己，我们是上帝国的子民，万族万民当中，我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这个在玉山神学院的草创的过程呢，有很多平地教会的牧师信徒弟兄姐妹呢，他们会到神学院办这个营会了但是他们的营会的活动，其中一个是跟我们一起用双手挖土那个现在如果大家去玉山神学院，那个所有的
有放建筑物的那个台阶哦，全部都是用手挖的，大概挖30多年了。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乡，也不会有重机械进去，完全就是人啊，用双手哈，所以那个就是大家一起伸出手呢，建造这个礼拜堂。我们第一个建筑物是礼拜堂，就现在我们的图书馆了那还有就是校舍就先是教室，后来就是老师的宿舍这是慢慢整理出来的。所以我要感谢我们的平地教会的弟兄姐妹78年来，其实热心的这个参与整个建造玉山神学院，支持训练原住民的这个传道人。那么到今天，我们其实在我们长老教会的这个教室表里面呢，我们已经有540间的原住民教会，540间了。所以从78年前增加了340间左右所以这个呢，其实这个540间最急迫的就是要训练足够的牧者，延续福音的事工，能够照顾牧养原住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果回顾这一段我刚刚讲的这么简短的宣教史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忘记过去平地教会弟兄姐妹牧长是怎么样参与开拓原住民的教会，参与建造玉山神学院，让原住民的青年呢有机会接受神学的造就跟训练，让我们自己的族人的年轻后代呢一起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回到自己的部落，向族人传福音，设立基督的教会。这段历史呢，其实就是另外又回到我前面讲的，教会跟神学院是上帝得着台湾人的这个生命的一双手。从这个1865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伙伴，神学院跟地方的教会。我们都在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上，每一个族群当中同工，主要是要延续耶稣得人的事工，用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那我们最近不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原住民的教会会有很多人有一个退休潮将近要补220位的这个传道人这个加上目前没有牧者的教会呢，将近要有278间，就是2030年的时候，这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冲击了。所以这个也是要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能够一起来祷告，为我们2030年这段的历史点呢，希望我们在这之前呢，我们上帝能感动更多的青年的基督徒接受呼召，奉献自己，能够委身在上帝国的事工上面。那我们在这个年代呢这个我讲一个小小见证就是在我父亲呢，其实我的父亲呢开始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那虽然他的父亲兄弟姐妹都不同意，可是他就坚持，就在我们部落呢就开始了第一间的教会。结束他就去神学院，回来他跑到别的乡去总会就派他去大同乡，然后呢到山上传福音了，1个月20天在外面。你知道，如果大家去过原住民的部落，你看到那个部落，你看到你走下去可能要半天1天。所以他要去一个一个部落的时候，大概要花20天在山上。所以他常常这样，他选的教会是在大同乡的蒙蒙部落，所以这个七星宗会的这个宣道组的可以到中间，那都走路，没有坐车的没有高铁可以坐走路用脚走路然后外国的宣教士在中间，然后他们从中间开始往后走，所以大概到47岁的时候他就过劳了，就安息了。那才47岁我的母亲就独立抚养我们大概所有的孩子。那到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们说，
你们长大了以后，不要想说要赚钱照顾我。你们长大的时候，我是要守住你的父亲的一个遗志，所以你们兄弟都要成为传道人。因为我们的这个达安的教会呢少传道人，所以呢我们三兄弟真的都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呼召我们了，我们也愿意。所以其中我就有介绍，我有另外一个哥哥叫林庆台牧师嘛那他就一生就是在小教会，他就是都陪在小教会。虽然他演这个赛德克巴莱回去了，还是去台湾乌来的福山去挑那个最小的教会，他的心志就是他要在部落的小教会去陪伴弟兄姐妹。那我个人呢也是就奉献了，但是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我得了一个很大的病，就是颈动脉剥离。其实我那一阵子我的半身是不能动的，左颈动脉剥离以后，我这个有一个小中风，这右半边不能动。我就迫切的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允许的话，让我再站起来，回到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没做完的事情。大概到了淡水马街，把这个支架撑进去我这边有2只支架，慢慢的复健了，就站在你们前面了。所以，但是那一段时间呢，过了1个月而已，我这个胸部就常常胸闷。他去了一些医院，他说因为你装这个，你好像是焦虑。但是持续这样子1个月都是胸闷，后来就做了心导管的，直接侵入检查呢，3个冠状动脉呢，一个堵了70%、80%、100，所以花了2年时间，我这装了8支所以我们的同工跟我开玩笑说：“牧师，你现在是十全十美了。”所以神保守，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假如我不在了，谁接续我们这个家的这个传承的工作？我有3个孩子，一个男的，2个女的。这2个女儿呢，他们就有一天就跟我跟师母说：“爸爸妈妈，上帝一直感动我们要去神学院呢，你觉得怎么样？”那是我们多年的祷告了。但是因为其中一个是师大音乐研究所的毕业的，花很多钱的；另外一个师大的这个教育系毕业的他还没有花很多钱呢。他们2个都说上帝有感动，所以我跟师母其实只有感谢了因为这是就是想到我妈妈的祷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的生命的一个经验这样子所以我现在2个孩子呢，他们在预审的道硕班都读完了，现在在继续修神硕的课程，所以他们是希望说能够趁教会还没有退休潮的时候赶快先修一修，赶快修以后可以做神的工作这样子。所以这是小小的经验那主要的是说，我们2030年我们遇到很大的困境，需要大家能够为这个原住民的宣教永续来祷告，甚至为玉山神学院，甚至3个神学院都要联合起来一起帮忙，因为不可能200多个传道人都一个神学院可以承担得起。我们在泰雅宗会里面有3个神学院的毕业的这个传道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是要做联合的事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上帝有2只手。一只是教会，一只是什么呢？神学院的神学教育，在带领我们整个台湾的宣教的工作。那所以我这个时候呢，我想花一点时间一点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的预审的这个奉献主日的一些报告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我们4月3号呢，我们有台湾我们在花莲那么久我从年轻读神学院到4月几号还没有碰过这么大的地震我跟师母冲出宿舍也没办法站稳
房子啊、树啊、电线杆全部都是摇的，然后地都是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都炸了哈。所以那个中部横贯公路从太鲁阁的入口呢，那后面的山到天祥全部都垮了，漂亮的景差不多都这个撒嘎当步道啦，那撒嘎当步道就是死了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哈。那这个就是我想介绍一下哈。那这个是我们当时4月3号里面比较明显的一栋大建筑。我们在花莲呢贴那个红单，就是马上要拆所以其实我们在花莲有贴到红单的是快要90栋，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哈。那贴黄单的它120几件，所以那个限期强化，这个红单子限期拆除了，好。那这是在余震的时候震歪的，这个有一次余震是6.5嘛，这个余震都在晚上深夜，所以造成我们花莲的人心里惶恐了，我们学校的有一些国外生没有经验过地震的，现在是要吃安眠药呢，他们吃安眠药吃半颗，才能睡觉，不然一天没有办法上课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是花莲很有名的公正小包子的它的对面，如果去花莲的话，你们一定在那边排队。那现在不能营业，一直到把这个拆完为止那这个拆房子的一些现场那神学院呢？这个神学院就是我们的男生宿舍前面的大马路都分开了，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山坡嘛这个是我们遇到的问题那这里有几栋我们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子母墙的问题，但是因为梁都没有断，所以那个台湾省技师工会来还是没有围楼，只是说那个墙壁要修复那这个再来就是，是没有电了吗？是啊，下一页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因为那一天是7点50几分，刚好是我们分组这个晨更的时间，正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就全部冲出外面敬拜赞美了。那这个是这个一些教室来，再下一页。这是图书馆的情况，我们的图书馆很多书都掉下来，还好书是很容易整理了好，再来一张。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学期我们有3天的劳动侍奉，这是御神的传统了，就是老师、职员、学生都没有做什么事，就是种树花草啦、整理校园啦，是吧？我们就有3天劳动侍奉。那可是这个刚好就是这个时间，我们做一些基础的修补。好，来再下一张。这个是马路，就是这个分开的很大往上农场的一条路。好，再下一张。我们另外还派了一组这个有修过这个CPE 的，就是教牧协谈的，或者是辅导的老师跟学生呢，我们送他们去那个基督教芥菜总会的灾民收容的地方去配合他们，因为他们有需求，所以要带他们做礼拜、唱诗、祷告、分物资。所以我们有3天的时间，我们就派学生去那里。好，下面一张。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分物资了。主要我们希望大家在复活的基督，我们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有平安。所以这个部分好，这个是我简单的这边还有一个我们今年2024年的就是这个奉献主日的礼拜我们在国内外的这种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到1500万的奉献然后我们的神学生的这个呢奖助学金，然后再来就是地震灾后的重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我们那个第几点神学系7年1贯制，那个是我们特别留下来的，因为我们南北省已经没有神学院部了，但我们为了部落的需要，那个教会可能这几年的需要，所以我们留了这个7年1贯，就是从大学部就直接读到研究所。我们希望有年轻人
走这个管道来献身哈，所以我们把它留下来。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年代啊，我们还是看见上帝在呼召我们哈，我们的教会跟神学院还是要做好伙伴哈。那接下来就是想要用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了，也谢谢大家哈。那因为我们泰雅族不唱歌的话，好像过了那个地方是没有尽到礼节了哈，所以那我就唱一首歌，这个是在台语场唱的，这是黄昏的故乡的调，然后我想用答案的诗歌来跟大家唱这是我们答案的这个，等于是我的101首了，它的题目叫《新拉玛》，就是真怀念各位这样子，新拉玛这句话不论你到都市的任何角落，或在山上任何角落，这句话就是，好想念你，你好吗的意思。新拉玛那里面的歌词是，不论我们到哪里，我们要照主的话，遵行主的道，然后那坚持我们的信仰，遇到任何困难呢，都照着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问候的意思这个也是跟大家来，我要用这首歌来谢谢大家这几年的对这个原住民升学教育的这种支持新拉玛西姆巴拉拉维伊达瓜拉玛的水。Lokata senna he ke na ya vatakayan anata musana inu Lokata senna he ke na ya vatakayan Hey ya nyu malahang sa huita Shin Ramat Shimu Balai Rawen Itaquaramata Sui Lokata senna he ke na ya vatakayan Anata musana inu Lokata senna he ke na ya vatakayan Hey ya nyu malahang sa huita Shin Ramat Shimu Bala Rawen 多谢你们这个要听吗？这个要听吗？这个要这首歌好，这是为了我们2030年唱的。好，他第2节要帮我放我这个2段。这个是我们有一个音乐教授，他把歌词改了其实就是《黄昏的故乡》，是我们台湾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歌谣叫着我，叫着我，主爱的救主不是的叫我，叫我一个不洁净的手，无听受苦同胞的花香。开徛嘛，看将土地，感达的小无入世，
今日有时来听记着话，我主的叫我的，叫着我，叫着我，公义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天国的钦差，看无家己地主盼十个，着色啊，工作着寒，主我伫这来找我。今日有时来听记着话，我主的叫我的，叫着我，叫着我，公义的救主不是伫叫我。叫我一个天国的钦差，看无家己地主歹十个，着色啊，工作着寒，主我伫这来找我。今日有时来听记着话，我主的叫我的。今日有时来听记着话，我主的叫我的。多谢。我要再次谢谢我们弟兄姐妹，关心支持我们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特别玉山神学院的事工，让我们未来我们的台湾原住民的各族群呢，还是有上帝的仆人，可以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到牧养。我们现在原住民大概有58万人，大概58万人里面50%是有的在部落，有的在城市，所以呢，很需要得到牧养。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其实这句话还是在呼召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不论我们在教会，不论我们在神学院，我们一起要成为上帝的双手，付出行动，付出爱心，一起来建造上帝的国，荣耀上帝的名。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充满慈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过去带领我们这块土地的每一个族群，你用你自己的福音，让我们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你有差遣圣灵，让我们成为合一的大家庭。主，我们谢谢你，通过在神学院造就你的仆人，在教会兴起许多的长子同工，教会的领袖，一起来带动我们的教会，牧养主你的羊群，在每一个世代为主你做见证。主，我们恳求你，在这个年间，也能够看见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的需要，特别在福音工作的永续上的需要。主，求你兴起你自己要拣选的年轻人，他们能愿意献身，成为主你将来的重用的仆人。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常常有爱心，在福音的工作上，在持续在我们的社区为我们有需要的人，把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到我们社区的每一个人生命深处。我们谢谢主，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爱。宇宙的中心，
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归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请一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更新与充满、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所有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族群同在。让我们一起兴旺上帝的国，伸出我们的双手，荣耀上帝的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拍手。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必绝
全然的神。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结束，请帮忙收一下椅子，跟旁边的人说看见你真好，今天看见大家真好，平安，我们可以互道平安。好，那请把我们的椅子收到这个推车上，再叠起来。